執漏啦！十字門呢邊有個業主頂唔順啦，依家蝕咗成200萬攞出嚟啊！原購毛坯接近500萬㗎，裝修使咗60-70萬，依家全新一日都未做過啊，攞出嚟賣嘅。你睇到嘅家私家電全部都係送晒俾你㗎啦嚇！嗱，佢呢個係板樓一梯一戶嘅設計，而且呢，佢呢個小區呢係一個大型小區嚟嘅，配有一個50米嘅標準泳池。咁我哋呢個小區門口呢就有商業街㗎啦，500米就係華發商都大型商業。咁我哋仲有個輕軌站可以輕鬆接駁全國。南北通透2個陽台設計，前面呢個景觀陽台呢7米幾嘅長度，睇泳池睇園林啊。咁我哋後邊仲有個生活陽台睇山景嘅啊，靠山㗎，相當環境係相當之靚仔㗎啦。咁嗱，我哋係雙套房嘅一個設計啊，門口我哋有個套房，呢邊有公共衞生間。呢邊主人房都係有個獨立嘅衞生間嘅，咁我哋揸車12分鐘可以到達港珠澳口岸、橫琴口岸以及拱北口岸嘅位置，相當 OK。依家裝修60萬，完全都贈送俾你嚇。如果你近期想買拎包入住嘅大4房啊，過嚟呢度睇睇啦。